歡迎收睇6點半新聞。今日嘅主要新聞包括：大埔宏福苑發生4級火，造成4死5傷，1個消防員殉職。政府喺選舉日會向投票人士派心意謝卡，又會免費開放康文署設施，鼓勵投票。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下個月21號通車。繁忙時段來往油麻地同九龍灣縮減到5分鐘。詳細內容：大埔宏福苑發生4級火，屋苑8座都搭起棚架維修，火勢迅速蔓延，已經造成4死5傷，包括1個消防員喺救火嘅時候殉職，另外仲有多人被困。睇下現場嘅情況。大火已經燒咗近4個鐘頭，仲未救熄。現場可以見到啦，多座大廈啦都火光紅紅，咁至少有5座大廈啦已經係蔓延，亦都有部分嘅單位啦入面咧亦都係起火。宏福苑嘅多座大廈唔同嘅位置啦，而家都見到火光，有唔少嘅火舌啦都係由外面嘅棚架圍網嗰度啦係傳出嚟，懷疑係透過呢一啲嘅火舌啦係蔓延到附近嘅大廈。大埔一帶嘅交通亦都受阻。運輸署咧就話，附近嘅公路同埋馬路啦都要係圍封，唔少嘅巴士線咧已經改道。而民政處亦都開放咗2個社區會堂作為臨時嘅庇護中心，亦都開放咗一間中學去安排啦係受影響嘅住戶係去到暫避，亦都會有旅遊巴去接載佢哋離開㗎。由高空可以睇到，宏福苑有至少5座起火，火勢非常猛烈。其中一座大火由低層一直燒到頂部，成幅棚架都起火。低層有唔少單位火燒到入屋，大量嘅濃煙升上半空。遠到去馬鞍山同埋吐露港公路離遠都睇到。消防處下晝2點51分接到火警報告，最先起火嘅係宏昌閣，火警迅速蔓延。屋苑有8座，至少5座受到波及，期間有棚架成幅跌咗落嚟。並且不斷收到居民被困嘅求助。你落咗嚟啦！你睇幾號單位啊？女啊，你快啲翻嚟啊！消防處下晝3點02分將火警升為3級。3點34分再升為4級，不斷增援撲救。有居民被救出嘅時候已經昏迷，救護員不斷幫佢做心外壓。傷者裏邊有人情況危殆。另外消息話，一個消防員救援期間由高處跌咗落嚟，送到沙田威爾斯醫院搶救。消防處處長楊恩健趕到醫院了解情況，處方證實一個消防人員喺火警裏邊殉職。起火嘅宏福苑係屬於房委會居屋，上世紀80年代初入伙，近月進行大維修，包括係外牆批盪噴漿同埋鋪紙皮石，接近完工階段。唔少人求助話聯絡唔到屋企人。我落樓嗰陣就見到宏昌嗰度地下外牆嗰個呢啲網咧已經着咗，燒得好犀利㗎啦已經。同埋咧有好多嗰啲好似火屎咁樣咧周圍飛，咁佢一飛咗落嚟咧彈到去嗰個垃圾站就着埋火，
跟住佢到即係總之佢嗰啲火一彈到邊度咧就邊度就着，然之後跟住咧佢就彈到去個隔離座同埋我嗰座雲泰外牆嗰度全部着火，冇警鐘乜嘢都冇，係未爆炸聲好響嘅砰聲咯，嗰啲我唔知係咩聲嚟㗎。而家我太太仲喺裏邊啦，我揾佢唔到啊！我原先叫佢落樓走嘅，但係當佢落到地下嘅時候咧，啲火已經燒到我嗰座大廈個大門，已經出唔到去啦。咁我諗住叫佢翻上去上面嘅，咁但係跟住佢話佢入唔到屋啦。而家我打電話俾佢，佢已經唔聽我電話啦。朋友話我知話火燒，咁我咪即刻翻嚟咯。我依家都仲未揾到我太太。問題佢知唔知道落嚟？因為佢係成日瞓覺，梗係緊張㗎啦。呢啲一定㗎啦，我就入唔到去。垃圾房同第6座起火，好犀利，燒到通頂啦，燒到冚冚聲啦啲火，好嚴重咯，燒到根本都救唔到，消防車都嚟咗，救唔到啊！咁火警發生期間，警方不斷將封鎖線擴大，由最初喺宏福苑嘅公園仔，咁最終咧係褪到去外街新處嘅廣福邨廣佑樓對出嘅平台。無線電視記者陳間報導。政府開放大埔廣福社區會堂同埋東昌街社區會堂作臨時庇護中心，俾受影響嘅居民入住。民政事務處安排宏福苑受影響嘅居民先到附近嘅中華基督教會馮良傑紀念中學暫避，有裝修工人都同時撤離。做緊第4座外牆噴漿嗰啲嘅，係啊，都做咗幾個月㗎啦，係啊，嗰啲物料都係噴漿料嗰啲啦，印泥嗰啲啦，一齊做嘢嗰啲同事都喺晒度。唔好諗啊啲財物，好唔開心咯。咁冇諗過會蔓延過嚟，根本救火個能力都唔得，冇水都救唔到，根本睇住佢燒真無奈啊！當局之後安排居民上旅遊巴前往大埔廣福社區會堂，警方同關愛隊人員在場協助。社區會堂設置咗中央指揮中心，協助受影響嘅居民聯絡親友，並準備咗水同食物等嘅物資。有區議員話：唔少失聯嘅都係長者。一定嘅老人家都比較多，因為尤其是啱啱我哋正值係下晝嘅時間，咁年輕嘅朋友就去咗上班啦，都大部分都係啲嘅長者自己留咗喺屋企，咁都現場有好多嘅街坊啊，啲年輕嘅朋友見到佢翻到嚟講緊翻嚟咧，去了解嘅情況，咁都再次呼籲啦，係啦，盡快同我哋係警方、我哋消防組、我哋廣福社區會堂呢有個登記處嘅。另一個臨時庇護中心設喺東昌街社區會堂。無線電視記者黃子瑜報道。大埔宏福苑4級火已經燒咗近4個鐘頭。陳家欣一早去到現場㗎，最新嘅情況係點啊？係啊，卓謙，我哋見到咧喺火勢咧喺過去大半個鐘頭咧係有加劇嘅跡象㗎。咁點解咁講咧？其實咧係睇到咧現場本身咧係有咧就係8座裏邊咧，其實至少5座咧係着火㗎。但係我哋最新咧係見到咧已經增加到咧至少咧7座咧係起火㗎啦。咁包括咧畫面咧最左手邊嘅宏志閣，因為原本咧佢成棟咧都係冇火勢㗎。咁喺大半個鐘頭之前咧開始見到有啲火勢咧喺個邊度着咗，而畫面咧就係最右邊嗰度咧。頭先咧喺大概1分鐘之前，我哋見到咧火光係紅紅，不過呢個位置我哋唔係好睇到究竟嗰個火勢究竟嗰個嚴重嘅程度係點樣。咁所以咧現場嘅街坊咧曾經咧都係咧擁埋去一邊咧去睇一睇個情況，大家都好關心。嗱，講翻咧，其實而家成個火勢咧，我哋暫時係未見到咧係完全受控㗎。咁至於咧起火原因咧，消防仍然係調查當中。不過睇翻咧天文台咧今日咧其實咧都係發出咗一個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即係咧意味住咧其實咧係相當乾燥，咁或者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咧係令到個火勢咧係比較難控制同埋蔓延㗎。嗱，見到呢現場街坊咧已經咧喺周圍圍觀咗咧係超過咧就係4個鐘頭㗎啦。咁見到因為警方啱啱最新同我哋講咧，就係個封鎖線咧都係會再擴展嘅。咁而家見到咧廣福邨咧其中2座廣佑樓同埋廣禮樓咧已經咧係需要疏散啲居民，咁亦都有關愛隊嘅人喺度派飯。我哋會喺現場跟進住最新嘅情況，先交翻俾新聞部。好，唔該晒。今次火警迅速蔓延，其中一個原因係外牆棚架圍網着火，火勢彈到旁邊嘅大廈。勞工處同埋屋宇署都規定棚架圍網必須具阻燃功能，但有業界就話部分工程為咗節省成本，或者會用唔防火嘅一般網。
大埔宏福苑嘅大火起火1個鐘頭左右，迅速蔓延去到至少5座大廈，8座正係維修嘅大廈，6座圍網都起火。上個月中環華懋大廈大火，亦都懷疑係外牆工程棚架圍網首先起火。香港工程師學會消防分部話，屋宇署同消防處嘅指引都列明棚架高過15米，圍網必須要防火。根據咧勞工處咧嘅竹棚架工作安全嘅守則咧，當中咧亦都有提及咧，如果喺棚架上嘅保護膜咧，應該由呢啲叫做咧阻燃嘅物料咧所造成嘅。就叫翻咧相關嘅持份者啦，設計個棚架嘅時候咧，都要注意一系列嘅一啲安全指引。不過搭棚工會就話，部分業界為咗節省成本，或者會用不具阻燃功能嘅普通網。一張維修棚嘅阻燃網大概要90蚊一張到，冇阻燃功能嘅普通網啦，佢只係50零蚊。阻燃網咧，太陽一曬咧就好脆嘅，通常咧只係用一次就抌噶啦。唔係阻燃網嗰啲普通網咧，佢可以不停翻用，查到佢冇用阻燃網嘅話咧，其實可以檢控佢噶啦。咁但係點解佢業界都會有人鋌而走險咧？就係用佢僥倖心態咯。我哋博冇人嚟查啦。工序施工安排嗰個問題，即係如果我哋係真係要去燒焊有呢啲熱工序咧，我哋真係要去清乾淨晒啲垃圾啦，確保附近係冇易燃物啦。況且今日似乎嗰個天氣咧都係比較乾燥嘅，咁會唔會因為係燒焊啊引致佢燃燒咧？我諗都有呢個機會。今次發生4級火嘅大埔宏福苑，42年樓齡，有1984個單位。舊年1月，業主立案法團以3億3千萬做大維修，承建商係宏業建築，工程顧問公司係鴻毅建築師。今次大火唔少單位都被焚毀，居民損失慘重。保險業界話，大維修合約規定要購買工程全險。譬如如果講外牆嘅話咧，呢啲係可能大廈本身有一個嘅大廈嘅公眾地方嘅保險。而作為小業主咧，我可能買咗一個我自己屋殼部分嘅一個嘅保險嘅，咁呢個可能可以用到啦。如果真係影響到裏邊嘅家居財物燒傷咗啊、燒壞咗啊，又或者可能因為救火期間可能淹咗啊，俾水淹咗，呢啲都可以有機會用到家居財物保險嘅。有結構工程師話，大火對單位嘅結構有一定影響，但就視乎火場溫度同燃燒時間。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大火消息暫時睇到呢度，我哋轉睇下。政府宣布喺立法會選舉週末推出一系列優惠，包括免費開放濕地公園、泳池、科學館等等，鼓勵市民投票，亦都會向投票嘅市民派心意謝卡。距離立法會選舉仲有個幾星期，政府宣布投票日週末，即係12月6號同7號推出一系列優惠，包括免費開放濕地公園、科學館、太空館、藝術館同埋康文署嘅公眾泳池。房委會指定商場、街市消費滿指定金額可以免費泊車，綠在區回收可以獲得雙倍積分。政府話選舉係開心日子，會喺12月6號喺西九文化區舉辦大匯演，亦都會喺多區舉辦選舉樂繽紛嘅展覽、攤位遊戲。多個紀律部隊亦都會開放俾市民參觀。好似上次區議會選舉一樣，市民投票之後可以獲得心意謝卡。新嘅謝卡係由人工智能技術設計，封面有票箱小寶等嘅吉祥物。唔少商戶已經話選舉日持心意謝卡有優惠。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話係鼓勵投票。我見到所有嘅優惠呢，其實佢哋積啲出嚟呢，都係你投咗票就得㗎啦。啊，唔理你投邊個，呢個咧係喺法律上冇問題嘅啊。咁所以鼓勵投票係絕對可以嘅。優惠咧唔單止係進一步提升社會上邊嘅選舉嘅氣氛啦，更加讓市民喺投票過程裏邊感受到一啲額外嘅喜悅同埋啲獲得感啦。政府多次強調公務員需要投票，被問到會唔會要求佢哋攞謝卡做證明，陳國基咁樣回應：冇記名，冇 number， 係張完全一樣嘅。咁所以我哋唔能夠用呢張心意卡去證明某一個人係咪有冇去投票呢？我都可以借你張心意卡，你可以攞我張心意卡。佢係一個公務員，佢應該支持政府嘅工作。我哋唔會用張心意卡去 check 佢有冇投票，但係我哋反而希望每一位公務員明白嗰個道理，而自己去投票。佢鼓勵市民積極投票，選出代表自己嘅新一屆議員。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今屆立法會選舉，當局喺機場同埋港珠澳大橋口岸增設鄰近邊境票站，方便離港或者返港嘅地方選區同埋功能界別選民投票，但必須喺下個月2號或者之前完成登記。
位於機場嘅鄰近邊境票站設置喺機場2號客運大樓地面大堂，仍然喺度佈置緊。投票站鄰近機場地面運輸中心，市民喺的士站或者巴士站入口步行2至3分鐘就到。都 OK 嘅，唔使話趕翻去嗰度自己嗰個投票區，有時或者夠晒鐘啊，有時啲時間 set 死咗噶嘛。到你落機嗰時啱啱好，啊仲有2分鐘可以喺度投埋就得啊嘛。如果喺 T1 就會好啲咯，咁要走過去嗰度投完就走翻過嚟，有少少冇咁順便咁樣咯。機管局話，票站除咗方便已經規劃喺投票日離港或者返香港嘅市民，亦都方便員工投票。旅客喺投票方面呢，當然係彈性咗好多啦，亦都咧可以鼓勵到更多嘅人投票。喺機場入邊呢，提供呢個運輸嘅服務咧，確保所有嘅員工喺機場嘅範圍之內咧都有交通嘅服務，可以去到投票站咧係投票嘅。有意到呢一啲鄰近邊境票站投票嘅選民，需要喺下個月2號晏晝6點之前喺網上登記系統完成登記，否則過期申請將會不獲受理。港珠澳大橋口岸亦都第一次設置票站，設置咗喺地面入境大堂，市民返到香港一出關就見到。連同上水2間中學，包括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同埋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所有鄰近邊境票站當日開放時間為朝頭早7點半至到夜晚11點半。無線電視記者彭永熙報導。休息返嚟會報導。本港樓價連升5個月，見15個月高位。特朗普話中方同意加快增加採購美國貨，美方亦都話中美兩國元首出年可能會晤4次。翻嚟新聞時間，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下個月21號通車。繁忙時間來往油麻地同九龍灣，由而家大約30分鐘，大幅縮短到5分鐘。造價423億、歷時8年興建嘅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正係做緊最後測試同相關演練，為通車做準備。Next month, on December the 21st, the Yau Ma Tei section of our new Central Kowloon bypass will open. It's a dual 3-lane, 4.7-kilometer carriageway. 中九龍繞道連接油麻地至到油塘，率先開通嘅係西邊嘅油麻地段，油麻地至啟德。西面出入口位於油麻地交匯處，連接西九龍公路、連翔道、海泓道。東面出入口係啟德交匯處，連接啟祥道、啟福道等等，中間3.9公里都係隧道。根據當局嘅模擬片段，由港鐵奧運站出發，駛入西九龍公路靠左線就可以轉入中九龍繞道，時速上限80公里，唔可以換線。咁駛到近隧道出口就可以揀行車線，靠最左邊係出啟德同九龍灣。中線就前往觀塘商貿區，可以經啟福道連接觀塘繞道。而前往啟德郵輪碼頭就係右邊2條行車線，亦都可以去到啟德新急症醫院。繁忙時間油麻地去九龍灣嘅車程預計可以由目前嘅30分鐘縮減到大約5分鐘，並且會減輕原有路段嘅交通負荷。至於路段東面嘅九龍灣段，連接啟德交匯處至到將南隧道交匯處，預計會喺出年完工。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本港樓價連升5個月，見15個月高位。有分析就認為樓市已經見底，不過由於市場貨尾量充裕，將會限制樓價反彈嘅力度。本港樓市氣氛持續回暖。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10月份私人住宅售價指數按月升0.4%，連升5個月，升至舊年7月以嚟嘅高位。所有面積分類嘅單位都錄得升幅，其中1722平方尺以上嘅大單位升幅最大，按月上升大約1%。今年頭10個月樓價累計上升1.7%。有分析相信樓市已經見底，但發展商手頭貨尾單位仍然多，回升速度將會較為慢。
雖然我哋話最壞嘅時間就已經過咗，咁個息口漸漸回落翻，咁但係個貨尾量講緊個數目係超過2萬夥，都需要時間去庫存嘅。始終之前一般市民就驚，如果唔入市就買唔到。咁現時嚟講就冇咗呢個心態嘅。咁但係雖然個樓價係個基調向好，但就唔會好似之前咁 V 型反彈啦。咁我哋預計個樓價未來幾年都會係平穩向上。2026年我哋預計嗰個息口會進一步回落啦。咁個市場基調會比2025年好啦。出年就有機會去到升5%左右嘅。租金方面，10月份同9月比較維持不變，結束連續10個月嘅升勢，但繼續處於歷史高位，按年就上升近3.9%。分析認為，政府各類人才計劃繼續對住宅租務需求帶嚟剛性支持，預計未來幾個月住宅租金走勢保持平穩。無線電視記者盧佩欣報道。公屋輪候時間維持5.1年。房屋局公布，單計今年第3季有7900個一般申請者獲安排入住傳統公屋或者簡約公屋，其中大約4000個屬於傳統公屋回收單位。房屋局發言人話，獲安排入住傳統公屋單位嘅一般申請者超過85%半係入住較受歡迎嘅市區或擴展市區單位，輪候時間較新界嘅公屋長大約2年。另外，獲安排入住簡約公屋嘅一般申請者，輪候時間平均係3.1年。發言人話，全年有9500個簡約公屋單位陸續落成入伙。局方維持原來嘅目標，預計2026-27年度嘅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可以回落到4.5年。再休息一陣，翻嚟仲會講下。澳門出年大幅提升結婚津貼。有準新人考慮推遲到出年先至結婚。英國政府計劃批准英格蘭10幾個城市向過夜旅客徵稅。嚟到最後一節新聞，講返大埔宏福苑火警。消防處喺下晝6點22分將火警升為5級。睇下現場，大火燒咗超過4個鐘頭，火勢喺入黑之後仍然未受控，更加有越燒越烈嘅跡象。再提提大家，消防已經將火警升為5級。見到不斷有火舌由火場跌落嚟，而且不時都傳出爆炸聲。宏福苑有8座，8座都搭起咗棚架維修。其中7座已經起火，火警已經造成4死5傷，包括1個消防員喺救火嘅時候殉職。而警方已經設立熱線俾市民查詢火警嘅死傷者資料，電話號碼係1878-999。轉睇下，澳門社會保障基金下嘅結婚津貼，出年提高超過80%，去到4000澳門元。有準新人就話考慮推遲到出年先至結婚。駐澳門記者古永軒去了解過。澳門行政長官岑浩輝喺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社會保障基金嘅結婚津貼將會由出年起由現時嘅2220澳門元增加到4000。新婚夫婦雙方都合資格嘅話，可以各自申請，一共領取8000澳門元嘅津貼。準新人點樣睇呢？今年咧本身都係有屋企人有話咩雙春劍閏月啊，就想我哋快啲啊，咁類似咁樣啦。咁近排又出咗嗰個政策喎，又加咗津貼，咁咪諗住話可能下一年再結婚，咁咪再考慮下。如果即係我相信，如果本身冇呢個諗法嘅人咧，其實你俾再多嘅錢佢都唔會想做呢件事。但係其實係真係可以推動到一啲15、16嘅人咯。有婚慶行業嘅從業員認為，可以由政策入面受惠。呢個做得非常之好啊，因為咁樣可以更加吸引啲年輕人，佢哋即係會本嚟可能想簡單結婚嘅，可能做翻啲儀式，更加有儀式，更加難忘嘅。澳門舊年全年有3187宗結婚登記，結婚率為4.6%。有議員話，以提升津貼嚟推高結婚數字嘅效果仍然有待觀察。今年嘅一個結婚登記裏邊呢，其實都比之前呢有
相應嘅一個結婚率咧係作出咗少少嘅調整嘅。咁呢個亦都可能未必係同呢個結婚津貼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咁但係我覺得咧，其實係可以當為一個結婚嘅賀金啦，去祝賀咧我哋一對嘅一個新人啦。咁對於佢哋嚟講咧，我相信喺嗰個心理上邊啦，又或者情感上邊咧，都可以得到一個滿足咯。佢又提醒，要取得結婚津貼，需要新婚夫妻雙方至少有向社保供款9個月。無線電視駐澳門記者胡永軒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話：佢同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嘅時候，要求中方加快增加採購美國貨。美國財長貝森特就認為，目前美中關係狀況良好，兩國元首出年可能會晤4次。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就講到中美關係，話兩國要守住唔衝突、唔對抗嘅底線，堅持透過對話協商解決爭端分歧。中美元首喺星期一通電話，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二乘坐空軍1號專機前往佛羅里達州途中，被記者問到通話內容嘅時候，表示兩個人談論嘅主要係貿易，佢要求中方加快增加採購美國貨。I asked him, I'd like you to buy it a little faster. I'd like you to buy more, and he's more or less agreed to do that. 美國財長貝森特喺星期二接受財經頻道 CNBC 訪問，佢話中方正係按照計劃採購美國大豆，預計喺未來3年合共採購超過8000萬噸大豆。佢又話明年美中元首可能會會晤4次，若果落實，可以令到美中關係帶嚟好大嘅穩定性。特朗普計劃出年4月訪華，出年11月可能到深圳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都可能喺出年國事訪問美國，以及喺出年嘅12月前往佛羅里達州出席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新華社早前報導，習近平喺同特朗普通話嘅時候強調台灣回歸中國係戰後國際秩序重要組成部分。特朗普話美方理解台灣問題對於中國嘅重要性。貝森特就話美方對台立場冇改變。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出席論壇期間，指中美兩國要為世界注入穩定性同確定性，守住不衝突、不對抗嘅底線，堅持透過對話協商解決爭端分歧。內地環球時報社評批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台錯誤言論，試圖透過借台制華，為突破和平憲法鋪路。喺咁樣嘅背景底下，中美元首通電話嘅穩定意義越發突顯，守護同鞏固二戰勝利成果，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具現實意義。無線電視記者陸子琪報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有責任同中國對話，建立良好關係。中方就嚴肅要求日方收回涉台錯誤言論。幾百名日本民眾星期二晚喺東京首相官邸前示威，要求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早前喺國會發表嘅涉台言論。バカなね発言をして、で実際日本は今国防費をね軍事費をね倍にするとか言っていて、どう考えてもこれ戦争を準備す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それは我々市民としてね反対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日中友好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事です。高市早苗星期三下晝喺國會出席黨魁辯論嘅時候，就發表台灣有事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嘅言論解話，話自己係由於被問到具體事例，所以喺範圍內作出咗誠實嘅回答。佢又話：日本同台灣維持住非政府間嘅務實關係，日本已經根據舊金山和約放棄咗有關台灣嘅一切權利，並冇認定台灣法律地位嘅立場，強調自己有責任同中國通過對話建立全面嘅良好關係，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魁野田佳彥認為高市早苗實際上撤回咗涉台言論。喺北京，外交部話中方嚴肅要求日方收回錯誤言論。日方應當誠實、準確、完整地講清其所謂一貫立場。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只提概念，迴避實質，試圖借此蒙混過關，這種伎倆行不通。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話日本正試圖掙脫國際法嘅約束，動搖佢以和平主義傳世嘅立身之本。任何國家如果唔能夠正確對待歷史，將難以把握未來。日
日本如果一意孤行，一切主張正義嘅國家同人民都有權利清算日本嘅歷史罪行，並有責任堅決阻止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自中日關係惡化以嚟，由日中國遊客下跌，旅遊業各領域大量訂單取消，中日航線出現大規模退票潮，累計超過54萬張機票被取消。有研究估計，日本經濟損失可能高達22,000億日元，折合約1000億港元。但有學者認為呢個數字被低估，實際影響可能更大。無線電視記者楊卓倫報導。英國工黨政府計劃批准英格蘭10幾個城市，包括首都倫敦、利物浦等等，向過夜旅客徵稅。稅率係幾多，由地方政府決定。倫敦市長簡世德認為徵稅有助本土經濟發展。有酒店業界就憂慮旅客會少咗。英國工黨政府星期二發出公告，話為咗協助英格蘭主要城市有更多資金發展當地基建、交通同埋旅遊經濟，將會向相關市長同埋首長下放權力，容許佢哋向過夜留宿嘅旅客徵收旅客稅。當局話，英格蘭每年超過1億3千萬人次過夜住宿，新收費將會適用於入住酒店、度假屋、民宿或者賓館嘅旅客。英格蘭地方政府有權自行決定係咪徵稅，稅率幾多。倫敦市政府喺2017年有分析話，若果向海外人士在內嘅所有過夜旅客每人每晚徵收1英鎊，折合大約港幣10蚊，預計一年進帳達到9100萬英鎊。若果按住宿費徵收5%嘅稅款，年收有望增加到2億4千萬英鎊，折合大約港幣24億。英國廣播公司指出，七國集團成員嘅主要城市包括美國紐約、加拿大多倫多、意大利米蘭、法國巴黎等，都向過夜旅客收費。其中喺紐約嘅旅客，平均每人每晚繳付折合港幣151蚊。至於法國同意大利，旅遊稅嘅金額同住宿地點、類型仲有官方評級掛鈎。有組織話，若果倫敦徵收旅客稅嘅比例同多國主要城市差唔多，相信赴倫敦嘅旅客人次唔太可能大幅下跌，因為有研究話，旅客喺比較熱門嘅旅遊地點對稅收敏感度比較低。倫敦市長簡世德歡迎工黨政府下放權力，話倫敦當局獲准徵收旅遊稅，有助支持當地經濟發展，並鞏固倫敦作為熱門旅遊同埋商務目的地嘅聲譽。英國酒店業貿易協會就憂慮，當局向過夜旅客徵稅將會增加佢哋嘅度假成本。無線電視記者何子欣報道。美國國家公園將會向外國遊客額外收取$100嘅門票費。美國內政部星期二表示，自出年1月1號開始，美國居民購買國家公園年票仍然係$80，而外國遊客年票價格就上調去到$250。冇年票嘅外國遊客，除咗購買門票之外，仲需要額外支付$100先至可以進入11個熱門國家公園，包括黃石公園、大峽谷等。美國總統特朗普7月簽署行政命令，指示內政部研究提高美國國家公園外國遊客票價。內政部長白格姆表示，美國優先門票政策可以確保美國納稅人繼續享受合理權益，外國遊客亦都能夠為維護同埋改善公園作出貢獻。再講講大埔宏福苑5級火警，已經造成4死5傷。其中殉職嘅係一個37歲消防員，入職9年，駐守沙田消防局。另外有一個消防員因為熱衰竭送院治理。下午4點01分，我哋喺宏福苑宏昌樓lift嘅對出一個空地咧，揾到何隊員。何隊員當時面部有燒傷嘅情況，隨即救護同事咧係向佢展開急救，使用呢個心肺復甦法。佢喺下午嘅4點45分，經當值嘅醫護人員咧證實佢死亡。我喺呢度代表消防處向何隊員嘅屋企人致以最深切嘅慰問。消防處嘅福利組同埋心理輔導組
將會對何隊員嘅家人咧作出全面嘅支援，希望佢能夠渡過呢個難關。體育方面，港隊乒乓男雙升上世一。黃鎮廷同埋陳浩華呢對新老組合啦，第一次做一哥。兩個人喺國際乒聯最新公佈嘅世界排名，獲得4395分，以300分力壓南韓嘅林宗勳、安宰賢，首度登上世一寶座。國家隊嘅黃楚欽同埋林思棟呢就排名第3。黃陳佩舊年10月開始合作，4月喺太原挑戰賽同埋上個月嘅倫敦明星挑戰賽都獲得亞軍。8月喺瑞典更加贏出歐洲大滿貫，攞到2000分嘅排名分數。佢哋下星期將會到成都出戰混合團體世界盃。當金牌㗎啦呢個。轉睇港超，傑志作客憑住肯迪入2球，以4-2擊敗南區，升上榜首。早段一直係藍衫嘅傑志又攻咗，明加索夫硬闖失敗，突然一次左攻右南區就有史提芬彭利拿射中人，球證吹雞。認為鄧達斯手球判出12碼，史提芬彭利拿小跳步射入港隊隊友黃振鵬把守嘅大門，南區領先1-0。今場原定月初進行㗎，因為遷就港足備戰而改期。之後比提啄上去，利安道一控橫傳，肯迪即射，斜輕輕揩到酸賴浩泰。伍偉謙救唔到啦，傑志29分鐘追成1-1。之後10樓咁高落嚟彈地，祖連奴傳入中間，未落地肯迪到，腳內檔硬到應晒。相隔6分鐘入個人第2球，傑志35分鐘反先2-1。8分鐘後，明加索夫插花一趟，彈地又有。伍偉謙似係怪責宋柱浩，點解一直褪俾人起腳㗎？傑志3-1係43分鐘，但未係半場比數。明加索夫準備接應，被新一手從後鏟跌。球證判出今場第2個12碼，利安道操刀，半場補時傑志贏到4-1。相隔3個星期再有比賽，佢哋賽後以2分壓過踢多一場嘅北區，升上榜首。南區上場攞到今季主場首勝，但未能夠延續。60分鐘嘅罰球，轉眼由宋柱浩抽入追近，傑志都贏4-2完場。好啦，講到呢度，交翻俾你哋。好，唔該。新聞亦都報道完啦，再見。西貢萬宜水庫東壩近年成為內地遊客熱門景點，一度引起交通擠塞問題。重溫1998年一批新界的士司機因為不滿萬宜路嘅交通安排而罷駛嘅事件。近60部新界的士早上集合喺萬宜水庫禁區前罷駛，呢度係屬於漁農處嘅管轄範圍。佢哋不滿漁農處唔俾佢哋入去水庫嗰度載客。你呢次入去啦，我俾你去。下一節以後你唔准再入呢條道路入邊。我哋覺得咧，漁農處係太過分啦。佢哋話漁農處喺事前並冇諮詢佢哋，依家生意少咗一半。有村民亦都話唔方便。冇的士就冇高交通啦，行路4-5個鐘。20部的士喺之後就慢駛到漁農處嘅總部遞信請願。入去萬宜水庫呢段西貢萬宜路一路都係列做禁區。只有特許嘅車輛，好似水務署嘅車先可以入嚟。不過自82年開始，漁農處就准許新界同埋市區嘅的士入嚟呢度載客。漁農處就回應話，並冇全面禁止的士入去萬宜水庫，而接載村民更加係唔受影響。之所以有今次嘅事件，係因為過去2個星期日都有大型嘅步行活動，先至會暫時限制的士出入。各位，本港樓價連升5個月，見15個月高位。有分析就認為樓市已經見底，但由於市場貨尾量充裕，將會限制樓價反彈嘅力度。
本港樓市氣氛持續回暖。差餉物業估價署公佈，10月份私人住宅售價指數按月升0.4%，連升5個月，升至舊年7月以嚟嘅高位。所有面積分類嘅單位都錄得升幅，其中1722平方尺以上嘅大單位升幅最大，按月上升大約1%。今年頭10個月樓價累計上升1.7%。有分析相信樓市已經見底，但發展商手頭貨尾單位仍然多，回升速度將會較為慢。雖然我哋話最壞嘅時間就已經過咗，咁個息口漸漸回落翻，咁但係個貨尾量講緊個數目係超過2萬夥，都需要時間去庫存嘅。雖然個樓價係個基調向好，但就唔會好似之前咁 V 型反彈啦。2026年我哋預計嗰個息口會進一步回落啦，咁個市場基調會比2025年好啦，出年就有機會去到升5%左右嘅。租金方面，10月份同9月比較維持不變，結束連續10個月嘅升勢，但繼續處於歷史高位，按年就上升近3.9%。無線電視盧佩欣報導。港股連升3日，但26000關口得而復失。大市繼續做好，不過動力減弱。恒指高開152點，升上26000水平，呈好淡爭持。臨近尾市，升幅一度收窄，去到得返12點，未能夠企穩10天線收市，報25928點，升33點，成交2070億。10天、20天同50天線呢，都喺大約26000至26230嗰度附近。咁我諗要睇下個後市呢，可唔可以連呢啲均線都一舉係升穿晒先？如果能夠企得翻晒上去嘅話呢，咁我覺得先至可能年底前仲有機會挑戰多次27000嗰啲邊位。否則嘅話呢，其實暫時都仲係屬於一個反覆嘅格局。憧憬內地外賣補貼戰告一段落，即將公布業績嘅美團升半成，係表現最好嘅藍籌。阿里巴巴公布業績後回吐近2%，周大福上半年度毛利率收窄，股價跌6%，被大行調低目標價嘅蔚來都係跌6%，百度同埋快手回吐2%。醫藥股有支持，石藥同埋中國生物製藥升1%至2%。無線電視洪家星報導。睇下恒生科技指數收市升6點，收報5618點。睇睇最活躍港股嘅收市價，阿里巴巴跌3蚊，盈富基金升4仙，美團升5個5毫半，騰訊控股跌5個半，恒生中國企業升4仙。小米集團跌2毫4，南方恒生科技升0仙半，中芯國際升9毫，比亞迪股份升2個6，快手跌2蚊。期指夜市即月跌27點，總成交有1842張。阿里巴巴旗下嘅阿里雲話喺香港已經擁有超過5萬個客戶，業務一直保持雙位數增長，將會繼續擴展本港市場。不管是這個 AI 這個能力，還有這個數據中心的這個擴建，還有我們本地的這個人才培養和招聘，我們會持續的去投入這個香港市場。如果說到今天我們對這個市場，那其實這個香港市場始終是非常 dynamic、非常有活力的。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各行業，包括金融、物流、零售、快銷，還有這種互聯網，包括新金融，其實幾乎所有行業都在擁抱這個 AI， 去做這個 AI 的這個轉型。我們看到今年其實整個行業是非常非常朝氣蓬勃的。理想汽車第3季業績轉盈為虧，股東應佔虧損有6億2千萬人民幣，舊年同期就賺28億人民幣，經調整淨虧損有3億5千萬人民幣，舊年同期就錄得經調整淨利潤有39億人民幣。期內收入跌36%到273億6千萬人民幣。集團預期第4季收入至少有265億人民幣，交付量至少10萬架，按年跌幅至少30%。中國動向中期賺多近49%，截至9月底止，上半年度純利有2億人民幣，中期息連同特別息合共派2.08分人民幣，舊年同期就派1.4分人民幣。期內收入微跌到7億4千萬人民幣。集團展望第4季度喺美國對等關稅政策擾動之下，內地出口仍然有放緩嘅概率，政策效果減弱，疊加內生動力唔夠，消費增速將小幅放緩。但喺政府宏觀政策嘅支持之下，
預期內地體育用品行業持續穩定增長。財經新聞到呢度，多謝收睇。